Sorority GP6000 BAK 人面識別功能登記教學，登記人面識別生物認證。以下步驟請開門進行。首先打開電芯位置嘅遮蓋，按登記鍵 R， 之後按數字5，再按井號。電子鎖正在掃描你嘅面容。出現正方形燈，即代表登記成功。登記成功後，可按數字5登記下一個面容。完成後，可按星號退出。如果人面掃描登記失敗，會出現以下情況：密碼盤出現交叉燈，即代表登記失敗。若果登記失敗，可再按數字5重新登記。完成登記後，按星號退出。完成人面識別生物認證登記後，大家可以嘗試一下用人面識別嚟開鎖。完成登記人面識別生物認證，設定人面識別自動感應距離。如果家中有安裝鐵閘，建議關閉自動感應功能。以下步驟請開門進行。按室內電子鎖機身嘅 Close 鍵上鎖。首先，我哋一齊嚟睇下感應距離40 cm 嘅設定步驟。首先，輕觸密碼盤2次，輸入主密碼後按井號，再按井號及數字5，再按數字1，完成感應距離40 cm 設定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感應距離60 cm 嘅設定步驟。首先，輕觸密碼盤2次，輸入主密碼後按井號，再按井號及數字5，再按數字2，完成感應距離60 cm 設定。接住，我哋一齊嚟睇下感應距離80 cm 嘅設定步驟。首先，輕觸密碼盤2次，輸入主密碼後按井號，再按井號及數字5，再按數字3，完成感應距離80 cm 設定。最後，我哋一齊嚟睇下關閉自動感應功能嘅步驟。首先，輕觸密碼盤2次，輸入主密碼後按井號，再按井號及數字5，再按數字0，完成關閉自動感應設定。若果進入自動感應距離設定後，想取消設定，可按星號。設定已完成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鎖類資訊，歡迎觀看高寶鎖業 YouTube 頻道。最後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高寶鎖業嘅 channel， 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 video， 多謝支持。